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今年期喺每一年其实如会读到嘅一个歌唱，但是有的人睇歌唱地方嘅歌顺序，但是有的人都可能会有身体上面咧冇舒服嘅地方，同时有喺加上更加工作压力过大，嗰时有的人喺心态上面啊、身心上面如果有过大一个变化。我哋今日要唱到喺来自我哋屏东嘅刘贤飞先生，伊喺先生嘅工作做20人人，後來又賣用因為經驗期嘅關係，伊有心理受到過大嘅影響，但是伊學到伊啲健康管理嘅方法，用我哋健康嘅食和健康嘅一種休息嘅方法，並自家慢慢去調理出一條新嘅路。我哋今日要唱到伊來到我哋嘅現場，同我哋分享講，到底一條路，伊係讓我哋學習嘅，同時讓我哋慢慢嘅行出來。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劉賢飛姐來到現場，賢飛姐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女埔嘅劉賢飛。今日各位朋友來到我哋現場嗬，咁因為頭先我哋有講到講，因自家作為20人嘅先生係咪？係咪同啲觀眾朋友大約了解一下講，你幾時就係讓你哋工作嘅經驗，同時有冇20人有乜嘅想法？對先，我爸爸媽媽都親重視教育啊，我韓細嘛想去做先生，兩面都安尼都行業嚟做國小老師嘅一個工作，前4年我喺高雄教書，一畢業本來喺高雄，4年以後因為結婚，我哋想講，我哋想去調過來鄉下，買屋嘅也就嘛唔較個便宜，我哋路過來鄉下，我調過來路一直攏喺女埔嘅東寧國小，一直到退休。咁你這個本地係哪片嘅人啊？我本地我對喺女埔嘅隔壁嗰啲竹田鄉，我本來喺竹田鄉啲片嘅人，咁等於都講，你自家其實調到過來女埔嘅，同自家以前生活地方嘛幾缺啊？幾缺我國中嘅路途女埔國中，佢說女埔嘅對我路，咩係我韓式不是我來嘅地方，因為像頭先先生有講到講，從早期都應該好教書一件事情嘛，嗰時其實應該都透過師範學校，師範學校也係都順利的畢業，然後都分發，分到高雄，後來跳過來屏東女埔嘅算是東寧國小，所以你東寧國小其實係喺客家中，咁你即個有客家人，嗰時喺客家中地方教書一件事情，同你嗰時喺高中，喺高雄嘅時節。有差別冇？我講差唔多呢，是講高雄這邊呢，我接觸嘅家長吼，有啲係教授啊、醫生啊，社經地位都比較高一點，對。但是鄉下生意嘅話，其實都夠淳樸啦，嗬。係啊。因為頭先我哋有講到講，喺來睇工作嘅算是工作嘅過程地方，其實喺來因為算是經驗期嘅關係，即係身體上面有受到伊嘅影響，其實係很容易情形，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呢？我本身喺教書，但係我係一個認真嘅先生，我對學生嘅條攏算溫和。這種型個有耐心這種型，不過我感覺到領養的吼，愈睇我教書嘅2年，以後我感覺到我嗰種對學生嘅耐心越來越磨，我感覺到我嗰種領養嘅話，安尼嗰種容易安尼學生嘅唔乖嘅吼，我安尼即個嘛我屬於影響係，我底下感覺到唔錯我嗰種是。不偏嘅安尼，我本身係個學生人嘅老師，我底下嘛講到，我這種狀況吼不適合擔任導師，因為我擔任導師，我有個太經驗，我要同生人嘅照顧好，也嘛係我一直想去做嘅事情，我講到我底下領養嘅吼，我心情也調好，領養嘅路，安尼路。同平常都冇同樣，都感覺嗰種比較低潮，比較憂鬱，脾氣冇安好，我嘛唔哋係用，講我都
唔想伫安尼即个身体安尼嘅情况下，安尼去教书，故说我如屯学校强讲，我想要抢病假安尼休息啊，嘿，无想到如安尼一直抢的如即个讲到要无过好啊，连命啊如可以退休的，啊如退休的，嘿对。可是其实就差不多係一度歲嘅時間啦。对啊，其實我還夠後生咧，我48歲的人啊，如退休誒。哦，嗰時等於講我哋在退前面2年，因為咪2年算是偏假嘛，吼。等於46歲嘅人呢，可能都真係都有一啲。你開始有些版的變化，係有些變化。係。但是也擺應該講，嗰種我哋第一講其實有區分可能係經驗期嘅一啲變化時間。好，其實我哋太會用過平時嘅嗰種角度來看一件事情，但是因為其實人即個有啲幾層面一啲經驗感，好，因為就同佢講嘛，其實係幾十年嚟嘅，同時講你搞完26年，你喺前面26年其實你一直保持到安尼嘅心態，但是後來嘅時間，可能真的是身體上面嘅變化，變你即個冇辦法安有耐心對這件事情，你又會有自責。我喜歡學生很快樂，對，啊，我講到我這個都冇安尼快樂，我沒有辦法把快樂帶給他們。係啊，嗰陣都變成個高雄同即個嘅以前嘅冇共樣嘅。係錯。但是幾時就有出咗去看醫生冇啊？最先係影響我睡眠，啊，我有去拿啲睡眠的藥，啊，兩面啊講到也不只是睡眠，好像是你整個身體好像就是一種很像很多的失衡啊，不要睡唔好啊，20條夜你睡唔好嘛，啊有時個硬啊睡落啊，一早又要去上班嘅，啊，你講到。木嘛睡唔好啊！醫學校有安排嘅經驗，照顧成人嘅，錯啊，有壓力。因為其實我哋一方面一開始嘅時間，真係都有乜嘅病症，都食乜嘅藥嘅，譬如講一開始嘅時候，真係都睡唔落。我哋都去食睡眠藥，當然係醫生開啦嚇。但是你講啱啱睡唔落，造成冇精神，冇精神以後可能有啲會譬如講基礎都會講冇安好啦，冇到脾氣都講冇安好，可能要影響到譬如講結果我哋要去食別咧，係論係乜嘅原因再潛出來，其實嘅時間都好睇感染期咯。我記得我有一擺我有一年一上課我有感覺到學生喺見面又開始調皮嘛，聲音呢也還很自然的啦。我的包容性是還蠻大的。講到我底下嘅狀況哦，如冇辦法用安尼好心情來帶領伊呢，底下如出入行啊，辦公室如以前高中如提供要搶長期病假，我嘅工作嘛嚇到校長同主任，因為伊呢看唔是我嗰種身體那唔好，我突然間來講我要搶病假，伊問我講，剛搶得出，嘛個證明冇，講我兩面如去看身心科，身心科如開幫我憂鬱症的那個對，佢都用有診斷證明去搶假，但是問題係線上開嘅，要開，順便開藥嘅冇？當然有啊，我兩面有食藥嘅，個冇過好，電到底下吼，身體影響心理，心理又影響身體，嚇放來如一團亂你錯嘅，兩面如醫生嘛講用心同我看，嘛問嗰度藥嘅，講我身體心理乜個我都感覺到冇因為食藥嘅變好，電到越來越唔好，越來越唔好佢等於你講，佢2年嘅病假期，其實情形嘛冇過好。冇，等於你講嘛有食藥嘅嘢，嘛有病假嘅，但是其實即個嘅狀況冇過好。佢後來形容嘅開始有一啲新嘅轉變嘅咯。兩面。睇啲狀況個唔好嘢哦，我即個其實嘛個想愛放一落，我如果真是唔對我用嘅那可以好放啦，我哋我唔可以再安尼嘅，因為
俺的身体会影响俺的落卡心态。冇错，系啊。嘿啊，两面用的好方来，两面讲真是俺真是唔对用的好方来，俺如开始想让行出去讲，俺来参加发通，俺唔会安尼再曲啊落卡的，俺要行出来。啊，两面俺如参加的一个高飞的一个发通，啊俺两面嘛报的一个俺搁好注册嘛，俺报名一个安尼注册的课程，愈提啊量的发通资格，俺去建议伊参加注册的课程也俺要去到，俺去到啊，俺讲到俺心愈开始慢慢的平清，啊，俺开始嘛又开始安尼行出来，接触人的嘛，啊，俺最先2年其实俺同即个拢管那些录卡啊，俺拢无行出去，俺嘛无同任何人来联络也着，但是你这个有一点心理，有一点上瘾，你讲你这个唔可以再安尼下去。系错。好，你这个要起放来，我要行出去。可是，我逼这个，其实一天要去接触到朋友，去报名去上课，好慢慢的行出去。可是，等于如果你这个真是退休以后，好，等于讲你这个2年呢。算是休养期，其实嘛还算是身体最磨时间。其实到后来差不多，你免讲2年后你报退休的嘛，吼，然后退休后的很难开始讲，你这个唔可以再安尼下去的，来行出去。可是我是其实行出去，我觉困难。其实会呢，比如讲哦，比如一开始俺生日係高雄高飞，伊邀我讲来参加。伊啲個好嘅發通出來同媽媽呢向下聊安尼好無？伊啲發通係同媽媽呢發通啦，啊向下畫圖也對。啊我其實伊邀請係千多擺，啊我攏提講唔是啊連咪我真是沒辦法，啊我沒想嘅方式咯，我想好啦，啊我參加看咯啦。啊，我愈睇得愈開始認識人啊，啲時嘅人攏安尼個陽光啊，個快樂啊，講到得到要影響到我，講到朋友要輕重要，唔錯，朋友真係個重要。嗰種人呢，伊啲人生地步有時候會過代，但係第一時間，即個簽對目標係即個，想辦法行出去。休息下哦，下檔節目我哋埋嗰度個精彩內容哦。放下過來，福起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女配劉慶飛先生，同我哋分享講，幾時節伊拄到更年期嘅時節，伊即個形象啊慢慢地行出來嘅。我想問一下慶飛先生，因為幾時節要講到講，後來人冇曾經係希望講即個去高雄可以參加伊個發通，佢幾時節即個冇要講到講，因為看到幾多幾樂觀啊，幾陽光嘅人，佢幾時節提伊哋相處向後來，你即個幾時心情有過改變？有。但他有刚刚都好像很被愛的感覺，因為裡面的人都感覺很像是張開雙臂歡迎你那種感覺。佢幾時去參加用嘅發通咯？哦，啲高飛班的一個就是伊發通係一個畫嘅畫畫活動，啊，伊對象係媽媽們、太太們，2點鐘。時間啊，下晝條1點到3點2點鐘，啊有一個畫家來教我哋畫圖，啊一路帶我哋用粉蠟筆啊貼一個小小的 A4 的一個紙上啊，我哋路畫出啲像梵谷嘅畫，用個向日葵。按講嘅話，我哋如何用梵谷嘅畫來做我哋呢啲樣本啊？而講我哋用嘅圖，用蠟筆也就可以畫出提供用嘅按講嘅話。啊，2點鐘以後，我就感覺到，哇，原來我們每個人裡面，我們都是有天賦的。我哋其實每個人都係
被埋没的艺术家，两种以后，你的妈妈画个图，你会看到有大同小异啊，虽然不一样，可是每个都好漂亮，对。咁做人參加安尼發通以後，你即個我開始想講，係咪我即個應該愛去多去報名相關的發通？哦，我念咪，我如開始接頓的，伊下擺有安尼發通伊的，我攏冇有參加，咁所以你即個安尼開始參加發通，慢慢地行出來，差唔多花一個幾個時間？其實我對去年的生日，我那開始參加發通咧，佢說可以講我去年的9月以前。看到我的話，我係一個畢竟加皮實公斤，啊冇精神，啊嘛唔好同人講話，唔好同人打招呼，唔會那個人咧。哦，嗰種我覺得講，譬如講，一般來講，安尼情形可能會2-3年，冇想到講，其實差唔多那年過嘅。佢等於如講，唔知個當初有講，其實就有10個畢竟下萬皮嘅10個人講嘅。10公斤的話，其實像一般的正常的鉛皮也蠻算是過健康的減下來呢。咁所以也過程地方，你這個是用的乜個方法？冇得講，要上個乜個口標啊，按健康的車都更加按講咯。哦，啲課上係講我哋用的食，講我哋用的以同身體的就你需要營養來補充起來。教我們認識營養同認識荷爾蒙，按用的同你的荷爾蒙可以和平相處，幫你的荷爾蒙來幫助你的這個身體也之好如安尼課上，如喺參加地方，如感覺到我的精神越來越好，記性嘛越來越好。心情嘛越來越快樂。因為一般來講，能講到營養用的食，一般來講都會講乜5大營養素啦，是乜東西。但是你頭有講到一個 tip 嚟講，用係配合到我哋嘅荷爾蒙。我也都會 tip 嚟，因為其實一般來講，我哋講用的食，用的食咧有營養，用的食咧健康。唔會講用嚟去配合到我哋荷爾蒙嘅影響，可是有部分係咪像在同人講過沉迷些？哦，我哋咪參加呀課上以後，我哋其實我哋每個人吼，伊兩面安尼年紀都會進來進太快吼，但其實同我哋呢啲荷爾蒙咩係有關係，我哋攏個會講有人代謝不好。開始年紀多的，如代謝冇安好，如會越來越皮。兩面睇課上懂種如啲哈，其實我們是可以透過一些飲食的一些調理，來幫助我們呢代謝可以變靈活。過後來你這個接觸到有一個算是健康管理的課程的時間，你這個有想過講，你係咪要先去試看看那個課程有用冇？然後你這個也可以去實踐它，然後看看你真是有改變冇？有做過呢事情冇？我一參加，你用我都上心呢，係我都上心。佢說用的教，我都用的做，用的做的時間，我都看到我的體重。因為我哋呢健康管理嘅有問我哋愛每日量一下體重，我都看到我的體重哦，都開始會往下降嘅，之前都冇辦法，因為食少都冇辦法。其實講到一片吼，相信我哋觀眾朋友真係冇個有興趣講，我用的是體重會下降。而家唔係講過嘛，係像因為你這個有個貼片，係俾經驗期嘅時間吼，是唔是受到影響？但是一想到講，哎呦，體重又會下降，因為其實更加你嗰度講，其實嘛，佢努力的食咧，嘛，佢努力的運動誒。咁係咪多少少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講，體育係一種樣嘅事，因為其實譬如講，伊啲食伊啲拳頭嘅飯啦，伊啲拳頭嘅菜啦，伊啲拳頭嘅肉，睇緊熱度低嘅，但是像哋嘅伊啲課程裏邊，伊都係教人講，我樣嘅食，無論樣嘅搭配，體育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冇？一般冇咁樣嘅地方都係
其实伊团一般的人讲，我用来控制你的卡路里哦，嘿，我用来食少啊哦，冇食太多哦，嘿，我多运动哦，我消耗卡路里，伊团亚路完全冇用哟，嘿，伊迄讲嘅呢，我用来食好。我用嘅食营养，我用嘅食又食好又食饱又食营养，又看到得到菜啊掉啊，你看呢，你每天吃美食，如讲到你明日心情挺好，因为你讲到你看到得到食物，你讲到你心情挺好啊，你睇到安尼很放松嘅安尼情形下，来明日安尼注意营养，安尼来食。我如讲到，奇怪呢，要点到食营养，食饱，点到体重会下降，我如讲到一个奇妙两面其实参加冇一个礼拜，如讲到除了体重会降下来地步吼，又还精神开始变好，我本来。前2年你讲到记性变个差，我讲到嗰种某个事情你记唔起来，佢如睇参加课程地步，你讲到奇怪，嗰种精神变好，记性嘛变好，我本来心情明日好落嘢，你讲到今日你穷样嘅日咧，冇盼望嘅，你唔多想好落嘢，入面喺課場地方，你可是明日好落嘢，我講到我心情嗰種，嗰種有快樂的感覺，會對今明日充滿這種期待，如第我講到我地步嘅荷爾蒙嗰種冇共用嘅，講到入邊我弄把伊食藥嘅食物嘅血清素食物嘅多巴胺講到我嘅身體嗰種會開始分泌掉，醫生開幫我食啲藥嘅啲掉。因為其實有啲人伊講到飲食控制件事情，無論健康管理件事情，伊聽到伊就想到講一定要食嗰種貴牌食嘅東西，無論食過少，無論食咧過強，可是唔係咩同人太要講一下，因為其實也可能因為一套年齡過太啦，但是唔係咩同人太要講一下，譬如講基本嘅營養，基本嘅營養，無講聰明營養好啦，聰明營養真正食得乜嘅，當中食得乜嘅，啱不要食得乜嘅，安尼好冇？好啊。好像聰明營養的話，你真正用嘅食。其實我哋喺課程地方，我哋冇啲乜嘅。我是早晨是當主是按不一樣，伊沒分按清楚嘅。伊其實係講人哋來談人哋身體嘅上癮，係我嘅身體妒忌嘛，係我嘅身體，你談我身體嘅上癮，我嘅身體，我如果可是注意我身體，我身體係妒忌嘅，我如果是我身體我講到，我身體，唔係像人講嘅。大做方嚟哦，像係是做店哦，是嚟像係去上班哦。其實我要對課程地方，我要開始伊感覺，即個伊感覺，我真是妒忌嘅咩？係唔會妒忌，我會選擇我要來談我身體嘅上癮，我會慢一些食，慢一些食，我得下唔像是以前我要開始伊上我，下一場我妒忌嘅，我要食乜嘅，我要開始伊 EP。係，我要開始 EP，我要開始，我課程地步有講人講我用本身體營養注意營養我要開始伊菜市對我要伊弄伊超市伊弄，伊請嗰度顏色很豐富蔬菜我請今日想要食乜嘅肉海鮮乜嘅魚乜嘅，我要伊提。設計，我會調到我問講，今日要做乜嘅糖分去假設，要做乜嘅青菜分去假設啦，要做乜嘅肉分去假設，因為今日係無限去假做嘅話，我伊落杯那家傳統嘅菜係我看到清好食咧，係清豐富、清營養嘅，
会可以本来是那个饱是营养的，我会先焖好，先EP好，等到我身体同我讲，肚脐哦，如底下的东西，如已经准备好嘛，我底爱耐食，我底爱生物的，拢准备好，比如说我肚脐的，如生涯准备好的得到真丰富真苍菜的营养如提生意安尼，如米如心情更好吃美食如超嘅。就是讲，第一也要伊的饮食的方法，唔係具體講明日生養嘅營養素，其實真係希望走進自家身體。佢咪需求食乜嘅東西，乜嘢食，走進自家身體嘅需求去具體呢一啲功課，無論一啲做法吼。嗰種其實談行落嘅拖一啲顏色，其實佢簡單，最主要嚟講，我鍛鍊身體，佢咪想食乜嘅，我一度點食。休息下我喺度節目我哋埋嗰度講精彩內容哦。翻過來，復起來，所以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女配劉慶飛先生同你分享講，我用我去好好的食一啲好嘅東西，其實對我哋嘅身體有幾大嘅影響。但是我相信有部分啊，吼，他跟有人講，我明白食得幾好啊，明白是鳳肉啊，明白是肉燥飯啊，明明食得幾好，但是一食一太口。但是喺咩地步有啲好東西，我哋等去好好啊，想啊，譬如講，生養嘅油啦，生養嘅一啲家用嘅東西來講，係咪同你廣東朋友，他要去分享一下嗰種過油嘅東西好冇？食東西嘅吼，菜要多一些。菜要多一些。你搶菜可以多吃深綠色蔬菜色彩豐富，可以更變化。是因為每一種植物也營養素不一樣，你可以你都可以多吃搶菜你肉肉沒有營養咧嗰時你肉嘛愛食油咩愛食也係。一般人攏講食東西嘅嘛個水煮冇加油安尼咱唔加個健康冇老樣其實人哋唔係人口長地步教嘅係可以補充好油他講伊攏啲像魚油嘛，Omega 3嘛，Omega 3對人哋身體係幾好嘅呀人哋自家身體冇辦法自家吃粗。佢說人要用食提升熱來，佢說你鮮油鹽可以鮮 Omega 3比較多嘅油，補充好油，冇乜嘅種水煮攏冇食油呢，你迄種用水煮伊通搶菜花裡面咪可以一提淋上好嘅橄欖油Omega 3比較多嘅油伊調和咩冇講攏冇食鹽呢鹽吼我會託安尼微量元素比較多嘅鹽如會比較唔可以託乜嘅精緻嘅鹽，唔可以託像安尼比較天然嘅鹽海鹽比較純淨無污染嘅託東西如果可是以安尼燜以補充安尼各樣不同嘅微量元素。個食東西安尼盡量以鮮的原型食物，得到加工嘅食品，它可能攏啲。得到地步有嗰度安尼化學嘅東西對人身體唔好，佢想人食東西盡量留意食原型嘅食物最好，乜嘅食都可以，乜嘅都可以食，啲澱粉一條嘅碳水化合物，它可以攞啲條嘅對人嘅身體如果人食飽，按個講營養嘛，也營養其實。
最多营养的应该是菜啊、肉也对啊，伊最多营养的应该唔系饭，嘿，比如说俺哋碳水化合物可以减少，嘿，安尼补充好油，安尼还有两米糖你的身体。像有时啦，你的身体可能会提醒你啊，讲你今天嗰种比较想吃什么奇怪呢？今天我特别想吃那个，可能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你缺这一方面的微量元素跟营养。其实按照糖好来吼，其实也比养殖过简单，好多这糖也要身体上的生物的，但是发现到底部有的过创业的一个想法啦哈，因为其实像头头先生有讲到，其实也喺个经验期以后。拄到的问题，但是你健康吼，有时些健康的上个年纪的人嘛吼，冇有遇到有人讲，哎呦年纪太呀吼，是个欠事的哦，其实也係唔錯嘅，因為總話有時就吼，像是個欠事的話，你要營養都唔拿白，也係第一件事情。第二可能你講，你這個根本如食得個欠，嗰時候如簡單食。簡單是也有可能，如果用個簡單的東西，夠容易拿到的東西，譬如講唔係原型食物，好，加工的東西其實更加夠簡單拿到，嘛夠便宜，好。嗰時像有時候媽媽，我都同我爸爸媽媽講，唔能切對這什麼東西是做菜。好，有的因為是做菜，我都講唔是做菜哦，我都講，那是做菜，太陽都食，譬如講食到8點以後一天要有蛋白質。我都講8點以後，你做菜嘅時間都過嘅吼，給你早午餐嘅。可是我每日早上一天牛奶、卵、水果，一天一天食慢咯，因為早期我哋老人家吼食得過簡單，食得過簡單，對身體都唔好，還有食得太鹹。食得鹹叫過唔，嗰種其實人家先生講嘅路，等於你講體驗來談自己身體人家上嘅生活，因為其實可能明年。好，你要身體社會營養素冇供養，如果同講，你就看到今天看到tomato安醬哦，其實你想要食tomato嘅，好，可以第一件事情都，雖然講我哋食得冇多，但是一條要托過，我食得好啦，然後以前在做生意時間，或者學生意嘅時間，唔敢食得安好，唔攀得，我見到飯爬，睇有落落啊，都食得，但是真是年到一啲年紀以後。我過食這個一下，錯，有啲食物係本食飽，按講營養嘛，食材裡面冇乜嘅營養，係錯。還有我哋嗰度見嘅加工品，其實也營養過少，雖然講過方便，好，譬如講我哋從到外面食的嗰種外面淡嘅地方嘅東西，其實有啲嘅東西價錢冇少，但是都蠻冇多營養，吼，但是相信好多先生講嘅呀，我哋生下啲原型嘅食物，好原型食物生下的一部分其實係因為我哋上下夠容易做到啦，因為我哋上下真係都，還是看到都番薯要本身，然後番薯要本人，吼，或者咧雕出來本人，可是喺台北嘅時間，冇那種太都市鎮嘅時間，你可能都吃到嗰種燙青菜上面都還淋一個油，我真的覺得。我可以不要淋那個油，那個油有點可怕，哈，因為會變成講，你這個冇辦法食到一啲夠簡單的東西，但是喺上下，做一件事情其實蠻夠簡單，因為你真的有看到以豬肉也本人，然後也會冇人，可是真是可能我哋上一啲年紀食的東西冇咁多。但是托過好嘅，托過原型嘅部分。咁種係貴到我哋今日一開始嘅一個節目開始，因為我哋提供嘅時間唔係一個欣賞嘛，吼。然後後來因為真係因為身體嘅關係，吼退休嘅，咁加上貴到嘅時間，應用伊嘅健康嘅身體，好，同時伊面對嘅時間生意咧，每樣我同幾多生意嚟講啊，唔健康為伊嘅身體情形嘅話。我迄種健康可以教書，我咩可以去教一個好，可以帶俾學生嗰度快樂，因為我健康路自己的身心靈都是屬於那種很陽光、很快樂我覺得你自己是快樂的人，你才能夠給別人快樂。對啊，而且喺線上真係有行到最大股嘅時間，要對大股行上來嗰種經歷。哦，佢像這個教育研究真是睇教育嘅安導人咧，你這個有這個影響過什麼？你講這個教過有生意嚟過貼起嚟一啲事情。其實有啊，我講我教書第2年嘅，一出來了教書院讀到一啲學生啲學生伊有啲偏差行為，伊挑拿東西，
有说话，我做老师的人有责任要同家长讲，我底下路打电话同家长讲。我底下咩韩国单纯，那出社会那2年的嘛吼，我还无拄到按到家长，提拜家长真是不俺印象真深刻。伊来，伊做拖鞋来，伊来又推个拖鞋拖了下，又推个声音，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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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路啊哩打，伊个声音又轻响。如一紧叫，紧推，那一眼神声音，如紧啪提安尼缩在个墙角，对我看到的家长安尼情绪失控，安尼不理智的这种教育方式，因为俺们来嘛，摸一下，引头一下，搞伊唔要搞，一来如真是做拖鞋了，如突然啪，我底下个对俺的声音个唔判断。俺们迄种家长，迄不懂教育，用安尼方式来对伊的声音的话，真是讲唔判断。个两面俺们学聪明的，迄教书业，我认真来看呀，家长很用的，伊迄懂教育，如提谈教育，迄种讲到伊迄种不懂教育，然后用责骂，安尼高压，安尼来。对伊的声音呢，有的声音呢，难免都会有时候不小心说了一个谎或什么。如果我提看呢，个像青洋葱哦，提家长讲个声音，佢咪要用，唔会安尼，系，我会第一规个，伊听安尼话，我必修，我问过能修，几时我会同学生诶私底下提行的面前，我提讲道理，我引头伊，我提讲用的那些正确的，嘿，做嘛个唔可以同伊拿东西，嘿，我觉得有的不是影响他人生很长远的事情的话，我们不要去把他的一点点小错误都把它看得那么的大，嘿如果家长能够包容，如果家长能够鼓励他的话，那我愿意跟家长讲。如果家长的态度并不是这样，也甚至于不懂教育的话，我们按的处理如何诶？冇错，按的是个好的方法。伊哋对工作佢容易成，同时对生意咧佢有爱心嘅欣赏。虽然讲伊睇入嘅工作後半段遇到伊哋人生最大嘅一啲大鼓，但是伊用自家嘅伊啲毅力，同時伊哋健康嘅生活嘅方式，伊用自家慢慢地行出去，同時嘛行出自家一條新嘅路。今日個感謝我哋前面欣賞到現場分享按其他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一下我哋聽我哋欣賞來強化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傾讚，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